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张？参见陈昭仪。那个，我们家娘娘突然病发了，奴婢这是要扶我们家娘娘回寝宫服药呢。哎呀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姐姐，我这病可传染给龙太子。好了，回去赶快吃药吧。是啊。娘娘小心。皇上怎么大白天还插窗舞啊？什么是插窗舞？就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你都站住！臣妾叩见皇上。参见皇帝陛下。起来，起来。刚才私闯朝阳宫的是你吗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又要耍什么手段？你又想挑拨陈昭仪，一起陷害巴尔辛安？你处处算计，以为就会得到朕的宠幸吗？谁要你宠幸？你要不是皇上的身份，谁会喜欢你？打得好！如此忤逆泼妇，不如即刻处死。皇兄，冯昭仪姿色已衰，又是绝症残躯，竟然在这儿出言不逊，倒不如提前将他处死，昭告天下，这就是杜父的下场。三弟的话，朕本该采纳，不过看他也活不了多久，朕就饶他一死。谢皇上开恩！谢皇上开恩！谢皇上让娘娘不死。以后朕做什么事情自有主张，容不得你来指手画脚。是，臣弟告退。
死我了！那天我的小命怎么办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娘娘，来，娘娘。你还笑？你看你刚才吓那样，逃走你都不会啊！要想活命就闭嘴，快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暗箭男人，你放开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充当什么好人啊？刚才还立即谗言，巴不得我死呢。哼，蠢女人，你知道什么啊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的小命早就没了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刚才那个暴君没有公然处死我，就派你暗中来毒死我。一会儿是不是还要将我抛尸荒野？就你现在这副要死的样子，谁有闲工夫来害你？死我倒是不怕，不过想到要被分尸、被毒死，还是挺冤屈的。这有什么奇怪？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人呢？贱男人，你干什么好心要帮我啊？我马上都快死了，你要色，我没有；你要财，为了取暖和吃饭，我把值钱的东西都赏赐给太监和宫女们了，所以你什么也得不到。妙莲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对你放手。别吃我豆腐！小叔子勾引嫂子，你哥哥知道吗？你是嫌我死得太慢，还是自己活得不耐烦啊？哼，本王也不管你的死活了。那滚吧！这是迦叶国师给你开的药，记得服下。药我收下，那你是不是可以翻滚吧，牛宝宝？疯了，一句话也听不懂。皇兄不杀你才怪呢。哼！开门！快开门！您呐，宫女姐姐。三王爷，好生照顾你家娘娘。是。恭送王爷。娘娘，三王爷看起来不像是要害你啊。娘娘，今天的饭菜好丰盛啊！这么多好吃的，柳儿，快呀！娘娘，你吃啊！哎，等等，不疼啊！来吃，娘娘你先吃，快吃，快吃，快吃！谢谢娘娘。哦。完了，娘娘怎么了？死囚在临处死之前都要饱餐一顿的。我今天得罪了皇上，
菜里下毒了吧？娘娘，我不想死。